喺第二次世界大戰嘅時候，有一個美國嘅統計學教授咧，就因應官方嘅要求咧，就研究下飛機應該喺咩位置加強呢個防護，先至可以降低俾子彈擊落嘅機率咁樣。咁啊，軍方我同佢講咗句就話，我哋啲機翼咧就成日俾啲子彈打中嘅，咁啊，所以咧我覺得咧可能係要加強機翼噶，不過你要 check 下啦咁樣。咁啊，教授睇咗一輪之後咧，佢得出嘅結果就係話，我哋應該強化機尾嘅保護喎。咁啊，美軍啊，梗係拗晒頭啦，發生咩事啊？你又翻晒嚟嗰啲機咧，通常都冇見過條機尾會中過任何一粒子彈嘅，通常都係機翼嘅，點解你會叫我機尾咧？咁樣一個咧就係大名鼎鼎嘅幸存者偏差嘅例子啦。其實就係因為翻唔到嚟嗰啲，全部都係打中機尾，所以就翻唔到嚟啦。所以有機會做統計嘅時候咧，小心下身邊有冇一啲嘢遺漏咗。今次講咗咁多先，拜拜。